着我们 Lolia 进场的是来自印尼的 Ikia Yuni 妈妈。妈妈今天为了今天的盛会，特别将我们印尼的传统服饰精心的做一个打扮哦。在台南有3.4万左右的新住民家庭，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甲台湾互相融合，同时也让台南市的亲子家庭有一个欢乐温馨的周末假期。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31日上午在溪南服务处办理闪亮亮星星甜蜜蜜家庭日活动，现场安排真侪趣味的闯关游戏，和参与的亲子家庭齐心拍通关，共度甜蜜家庭日。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来玩这个游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我们是印尼人，我们喜欢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也很好玩。希望台南市的首都办一些这样的活动，让亲子可以互相更了解，然后生活更幸福。6日出来就是组在一起，姐妹可以见面，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些，就是我们学到活动还蛮精彩的，然后可以增加亲子的关系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就是娶了这外籍的老婆来到台湾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夫妻2个人能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把全家人一起带出来。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就特别来到现场，甲民众同乐，同时颁发校园4度画图精选比赛奖项。东光国小徐伟婷同学，在台南市有3.4万位新住民的配偶，所以说他们来到台湾融入这个社会，有文化也互相激荡，也互相冲击，甚至互相融合。所以呢在台湾，尤其在台南，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。说到文化，我们是以文化立市，然后文化在台南是有很重要的元素，但是随着许多新住民朋友们，还有外来朋友们，还有甚至来自观光客的朋友们，他们慢慢对台南市的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影响。咱市东山以及大港国小2间新住民学习中心，也在现场安排多元文化体验活动，让市民体验以及认识多元的文化。现场也有轻松活泼越南道理有教学，也让市民在欢乐中体验异国风情。和平常时无闲工课新住民家庭，在假日中共游同欢。家庭教育中心表示，望透过办理这次的活动，教育后一代学习尊重和平等看待无同文化族群，实现爱从家出发、关怀无距离的理念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